明年就是台南建成400档，台湾灯会也将盛大举行。台南市府伫7月时阵特别办理盘手礼评选活动，超过100间业者来竞争，其中位伫安平的府都古味轩，要以木质的立体古迹斗图礼盒，来争取进入30单台湾灯会盘手礼。我手上拿的这是一个古堡杏仁酥礼盒，然后这个礼盒里面有装一盒糙米做的杏仁酥。很荣幸，我们今年刚拿到全国的金质奖。在包装上，我们也跳脱一些传统，很多这个传统的包装，东西吃完了就会制造一些垃圾、环保的问题。那我们用这个木质的 DIY 的产品。礼盒总共有2款，其中一款会当倒出安平古堡的灯塔甲泡座，有收纳以及装饰的功能。内面放的是用米做的杏仁酥，会当互大家一边食一边动手耍，非常的趣味。业者强调，店内所有盘手礼拢是以米所制作而成，以米为元素，这是一大特色。我们跳脱传统的面粉为元素，米为什么会比较健康？因为米无麸质，可以让我们的肠胃无负担。我们也在门口，我们也做了一个安平古堡的缩小版，在门口可以提供，来往的游客，他们过路可以坐下来，稍微休息一下。另外一款是会当倒出车看楼。这款礼盒目前正进入前50名的挂赛当中，网络投票部分占20%，业者希望大家踊跃斗相共，互上有辐射味的礼盒，会当代表明年的台湾灯会盘手礼。台南新民生台采访报道。